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初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最近韩国的政坛是真无平静，国会放调讲要逐礼拜发动弹劾，一直到总统尹锡悦落台为止。也那执政党嘛宣布讲，国政要交予国务总理来代理，嘛引起大家质疑。不过有学者就认为讲，总理长期代理国政，恐惊是违反宪政。 而且调查对象嘛引起社会对立，甚至会冲击到韩国的经济。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无结果，也阁无论是国会议事堂外口，也是公话门头前，七八日是有关有民众组织，也那社会民意看法也无完全共款。 좀 화가 많이 났어요. 예? 화가 좀 많이 났어요. 어제 결과는 국민들이 원하는 대로 결과가 났어요. 윤석열 대통령이 원하는 대로 결과가 됐습니다. 民众看法无共款，激起对立，社会恐惊是韩日分裂。南韩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更加讲，将来每礼拜要推动弹劾。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伊阁宣布，尹锡悦要阁再参与外交在内这国政。学者分析，南韩调查这做法，和这政局变得更加无稳定。 过去也不曾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总统几乎是被圈禁。我也并不认为，就是说，韩东勋他可以用这个宪法让这个国务总理这长期的这个代理，会容易再引起另外一个宪政的这个问题。 学者讲，执政党做法因讲是乌空，尹锡悦总统权力，相关政务若是由国务总理这人来代理，若欠少这个民意的基础，民众无满意更加危险的问题。 因为执政党在政治上用拖来等待改变，对到南韩经济未来会更加冲击。如果你韩国的一个政府这个陷入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瘫痪哈，那你也很难这个去因应这个未来川普这个他所打出的这样的一个牌出来哈，不管是在关税或者是汇率等等。一场戒严风波过了后，对社会、政治到经济拢引发负面的效应。学者提醒，调查终究若是无解决，互社会陷入不安、无稳定，尾后 付出代价，也是南韩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这一届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向发布戒严令，唔然后大家想到北控年代军事镇压等等真恐怖的记忆，这嘛是削弱国家伫咧国际上的竞争力。顶礼拜有一个民调显示，有甲73%的受访者拢赞成甲总统尹锡悦弹劾。 南韩政党恶斗这出 M 未衰长寿剧提早报名到上9岁剧情，总统宣布戒严令。对大部分45岁以下韩国人来讲，这以前只出现在电影、电视内底政治名词，在21世纪的今仔日，竟然真做现实生活爱面对的情形，实在韩国到互人无法度相信。小人这名词真做迄一天推特旅行出世的关键字。So this is really an extreme move that may signal, I think, the president's lack of political experience. He did not hold elected office before, and so maybe he's frustrated with the way politics is going in South Korea, and resorts to these extreme and possibly even illegal moves. 尹锡悦用反对阵营透过反国家行为弹劾政府做理由，下令平山政府停止运作，介入军事戒严当局指挥，引起各界对北控年代军事镇压甲台人的恐怖记忆。韩国媒体7月公布一份全国性民调，73.6%受访者支持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反对的只有24%，无确定无意见的2.4%，18到29岁年岁群的受访者赞成的比例甚至有 86.8%，40岁左右的受访的人是第二，有85.3%。 현재 대한민국의 정치적 상황이라든가 이런 건 굉장히 여야 충돌도 많고 갈등도 심하긴 하지만 이것이 그 비상계엄을 선포할 정도의 뭐 전시라든가 사변이라든가 해서 어떤 국가 전체적인 기능이 제대로 그 운영되지 않을 때 그 비상계엄을 선포한 것인데 지금의 상황이 비상계엄을 선포할 정도의 대한민국 상황은 아니라고 봅니다. 尹锡悦在向向朝现实启动，也和过去几年当局种种提关韩国企业价大努力加速追捕，股市、汇市甚至这次市场外资拢抢咧卖。测试迄一天，股市交易市场甚至要考虑延后开盘。韩国金融委员会推出50条韩元的稳定市场基金护盘。
7月开盘头2点钟，外资连续前一天卖4000亿韩元持股的态势，搁卖2000亿韩元持股。到下晡3点，外资伫韩国股市总共卖3800亿韩元持股，科技对股市也流失710亿韩元。市场人士指出，这个风暴让韩国企业搁较歹摆脱韩国这个标签，也就是企业股价比其他国家同类企业较低现象。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北部是较湿、较凉冷，也若其他的所在是拢不了好天。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温度会小可回升，北部甲东半部是19度至23度，中南部是24度至27度。不过早暗的温差较大，提醒民众若是出门，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这礼拜1、2至拜3温度会大大加悬，嘛变较烧热。北海花甲宜兰会有短暂阵雨，也若大台北山区甲花东雨是小可喷一个尔。不过伫个宜兰都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可能会落大雨。为拜3暗时到拜5，冷空气会搁一届落南，气温会小可降低。北部甲东部温度到时会差不多降4度至5度，也若水汽嘛会变较高。每一年若到寒冷的时阵，台东拢会有杜鸟飞来过冬。今年伫个台东市的海滨公园，有一只真罕见的杜鸟，叫做冻原豆鼹。伊看到人是袂惊青昏，而且会伫个草坡仔咧找食的。台东野鸟协会就呼吁民众，若看到会记咧徛远远看就好，唔通去甲搅扰。远远看草坡一只探头亲像鸭的动物，最近这几天出现在台东市海滨公园，身躯有普白色的毛。一般人看到就是鸭，或者是牛，不过伊唔惊人。若是拄到附近有狗，赶紧马上就飞走。这几天都有看到它、哦。对啊，很老单了啦。拢伫遮，拢无啥惊人哦。人佫足近的，你甲翕相吼，伊嘛袂走。台东县野鸟协会表示，这是一只伫台东真罕见的冻原豆鼹杜鸟，伫台湾生物多样性调查记录为2007年到即马，台东县只观察到12摆，因成长伫北西伯利亚过境台东是要飞去南平渡冬，会出现伫海滨公园，主要是这环境适合伊暂时休困，要长久食米。冻原豆源呢，它主要出现在河口、湿地还有农田的环境，那主要以禾本科的植物还有草本的植物为主哦。目前伫台东只观察到这只冻原豆鼹，虽然伊毋是保育类动物，毋过食古水，佫毋惊人。台东县野鸟协会呼吁民众拄着伊静静观赏就好，毋通甲惊扰。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受到4月初3花莲大地震的影响，新北捷运的环状线铁基路有几个所在有刷位，修复的期间原底按算是爱14个月，不过即马施工的团队是缩短施工的时间，要伫8个月来完成，并伫咧7个月月底进前会当全线通车。环状线为今仔日开始做全线的测试，伫测试的期间会恢复原底营运的模式。车帮伫咧尖峰的时间是5分钟至7分钟有一帮，离峰是8分钟至10分钟一帮。来看自由时报，外国媒体彭博社驻台湾的记者何桂心，伊伫 X 平台顶讲有一只挂香港旗仔的货船中和轮，初日的时阵休伫咧台中港。这只船捌参与中国解放军特种部队的演习，有国安的记录。也若陆委会是讲，政府相关的单位顶一日已经有上船去检查，并无发现各样。也若伊讲的这个情形，会搁特别注意。来看联合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最近这5年来，爱困药啊、甲抗焦虑的药啊，使用的量是愈来愈悬。去年全国差不多开出11亿6千万粒，尤其是食爱困药啊的济岁人明显有增加。也若使用抗焦虑的药啊，是少年族群有加悬的趋势。继续咱来看，爱水是无分年岁甲性别，不过若是去做美容，都要特别注意安全性。有一个49岁负责人，伊去台北的一间美容诊所做电波灸皮，规份数码罪了后，却是常常费用无够，送病院要是救无倒来。卫生所讲会去诊所来去稽查，也若检察官嘛去验尸，要把这死亡的原因查清楚。
检察官到病院太平间上验遗体，想要查清楚真正死亡的原因。不过死者家属无愿意受访，因为同园一个49岁女性，初次去台北市中山区某一间医美诊所进行电波诱配疗程，无想到住院书面麻醉了后，雄雄煞唔知人，费用浓度无稳，互人紧急送往病院抢救，到尾还是救无转来。对这代志有整形外科医师表示，电波热能伤强，较会致使民众受烫伤，所以一般电波诱配无建议规身躯麻醉。基本上是希望病人在清醒的情况下，然后病人在边操作，然后医师，然后跟操作之后会并医师或诊所端，然后回复说这样的热量或能量到底会不会过热、疼痛不舒服，然后医师再根据病人的反应逐步做能量或气量的调节。另外，盲情医师从那甲嘛伫面册专业提醒民众，接受书面麻醉进前，一定要确认是毋是有麻醉科医师在场。卫生局表示，目前也无接到家属申请，后续会针对诊所做相关的稽查。高血压的患者，你在做麻醉当中，也不能让他的血压掉到太低，以免他的心脏或者是脑部的这个灌流不足等等。他这其实都靠我们平常的这个训练。有家属的陈情，或者是这个司法机关的一个移送。那我们也可以对诊所来做一个稽查。卫生局讲，已经伫初8去这间诊所稽查，不过现场一楼大门锁条的，无法度入去。联络这间诊所的电话嘛无人接，一定初9会阁派员稽查。民众若是对医疗过程有疑问，会当向卫生局提出医疗建议调解申请。若是调解无成立，民众会当阁按照刑事还是民事诉讼流程提起告诉。本案事件医师列作因为业务过失，经过法院判决确定了后，会当依照医师法的规定，依附医师定价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北南到休困时啊，合欢山的武岭道的大塞车，交通是规个乱糟糟，不哩危险。有民众顶一日暗时啊，骑奥多巴去山顶，透早落山的时阵，那亲像是伤忝细神，全去弄到对向的轿车。警方讲会加强执法的力头，嘛提醒乡亲，无论是骑车也是赛车，都要准则体力，千万都要注意安全。这台机车行到一半，煞向对向的车道冲去，对向的小客车未护险，两台车发生对撞。疑似违规跨越双黄线，撞上对向的白色自小客车，造成诚信骑士多处擦伤。警方初步排除双方有啉酒。初7早起8点外，19岁姓陈的查甫人骑机车为南投雾社往埔里行驶，好亲像神去下过双黄线发生交通事故，查甫人真侪所在受伤，目前还搁伫病院急救。现场看到的人伫摇，好亲像暗时冲去武岭上忝。停得满满的，拍谁？我是被迫要开到中间的，我被迫开到中间的。民众有迄条通往武岭的台14架线，两边互违停的车占去，完全无空旁，游客被逼爱行伫车道，车刚来当下过双黄线行。武岭这边搁较旱，客家无法度通过，人阵车流甲暗暝照甲光影影，都那亲像菜市啊共款真热热。不过这个时阵是透早4点外，当地民众表示，这个月就要迎接耶诞节甲跨年，差不多每礼拜六拢是这种的景象。停车的部分没有规划得很完善，所以就是车流量太多的时候会全部都塞住。本分局已经加强疏导以及取缔，那本日一共开出5张罚单。警方表示，当地属有公路最高点，佮因为是宽岛车集合的热点，所以若到特殊假日，都会真侪人甲车。除了加派警力维持交通，嘛会加强执法，民众嘛爱注意家己的体力，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亚太区上界大只游览船“地中海荣耀号”，测试的时阵为吉人港出发去日本的 Okinawa， 本地昨昏要转来台湾，不过煞因为这船有过样，目前有1800个台湾旅客是要调伫日本。观光署讲，目前船公司是正咧做检查，上紧拜2会转来家人。若船讲有安全的问题，嘛会紧包飞行机甲游客载转来。游轮的大厅四界拢是人，赶紧到柜台来问，因为原定5天4暝的日本宫古岛 Okinawa 航海行程，可能无多少时间登来台湾。请以自行预订从那霸返还台湾机票的客人，前往5楼前台右侧的旅行社柜台进行登记报备。
亚太区上大邮轮地中海荣耀号车是载4000多名旅客甲工作人员对归人港出发，无想到航程中邮轮雄雄故障，毋但影响到原本车bay要转来归人港落船的1800多名台湾旅客，连原定车bay要对归人港坐下一体，这个旅游行程的2700多名旅客也无都来上船。台湾的旅行社可以帮忙协助划机会，然后目前大家就是一团乱。地中海荣耀号也公布上新赔偿方案，旅客是专业退费。为了要核实的，有定时头一个甲第二个旅客会得到已经付的邮轮票价50%的抵用券，第三个甲第四个大人会得到每一个人75块美金的抵用券。伫明年底进行任何地中海航程拢会使使用。也若是有旅客想要留伫日本佚佗，也提供交通的补助。行程上面的一些就没有办法进行的部分，或者是有一些权益受损的部分，当然可以主张跟平保协会这边来提起，就是调解。观光署讲，这邮轮公司正伫进行船只检测，并且处理交通甲赔偿的代志。若船只安全无问题，有加车闸出发转来归人港；若是有安全的问题，也会甲包机纳入私运的方案。包机的费用会由旅行社甲邮轮公司协商来负担。记者综合报道。然后他正在。伫台中港的外海，初七暗时有一只巴拿马的邮轮靠搭，迄当阵船顶拢总有15个人，其中有3个船员因为惊船变去，是赶紧跳海，2个人目前是已经救起来，还佫有一个还在搜救。船身斜到45度，黑暗内底看袂清周边的环境，船员用手机翕下节目，伫船顶等待救援。不过，这当时传出已经有3个人因为烦恼船只的变气，家己跳海想要逃生，其中2个人被吊挂救起来。不过，还有一个落海中国籍船员，目前还伫搜救当中。船员当中拢总有13个人，三方大量武器同综合便衣来急救。而船员想起意外的同时，还是非常惊吓。Kapal terdampar karena engine tidak normal dan angin ombak kuat sehingga kapal terdampar. Oke. 这只巴拿马籍的邮轮，昨暝暗时11点外左右结束载油的任务。不过，因为海象无好，伫台中港防波堤外口，大约500米处发生搁浅。当时船顶包括船长拢总有15个人，有3个人跳海逃生，空勤出动吊挂救起2个人。不过，还有一个落海中国籍船员，佫伫继续找找当中。台中港务分公司第一时间嘛召集相关单位成立应变小组。针对这一艘船，可能有一些重油它本身的油它因为它已经没有载货了，先用路上来进行把这些油先把它抽取出来，那就不会担心它以后船即使有什么裂开啦或等等，就不会有油污的状况。船顶目前救起来而且上岸的，拢总有14个船员。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这只邮轮目前虽然是空船，不过海象无好，加上前挖口肉粽角，目前当地港控船体的状况，暂时无油污外泄，嘛会甲船公司来讨论后续处理事宜。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根据罗西亚的媒体报道，叙利亚总统阿塞德车八离开大马士革了后，即嘛是已经逃去到莫斯科，得到政治庇护。过去捌协助阿塞德掌权的伊朗表示，阿塞德毋捌要求德黑兰斗相共打击叛乱分子。不过13年前的内战造成50多万人。叙利亚人无命，也佫有几百万人孤不离中，都要离开家园。即马阿塞德政府倒台，毋但美国、英国甲德国在内等等大国的领袖感觉欢喜，伫欧洲有真侪叙利亚的难民是欢喜甲去路人大声庆祝。叙利亚总统阿塞德的官车互人抢劫，伊的相片被等伫咧涂骹踏来踏去，百姓总入去会当搬的物件尽量搬，还有人找到一张祝福阿塞德囡仔卡里姆生日快乐的卡片。اللي عايشينه هو الفقر والتعتير والحرمان بقى جيت شوف لقيت اللي عنده اياه نحن ما عنا اياه 俄罗斯媒体报道，阿塞德伫咧离开大马士革了，已经到俄罗斯，两个国家关系一直拢正好。即马因一家伙仔得到莫斯科当局的政治庇护。俄罗斯讲，阿塞德伫咧甲反抗军谈判了后离开，讲愿意和平移交政权。反抗军领袖乔拉尼讲，叙利亚国家机构将会由前总理贾拉里来管理，一直到完成政权移转。تركها مزرعة للأطماع الإيرانية نشر فيها الطائفية
进前协助阿塞德掌权的伊朗讲，阿塞德从来就无要求德黑兰斗相共打击叛乱分子。伊朗驻叙利亚大使指责是以色列造成阿塞德政权倒台。 به طرف‌ها به در واقع مخالفین امکانات و تجهیزات مدرنی دادن که خیلی از کشورهای شاید پیشرفته دنیا می تجهیزات مدرن رو ندارن. 叙利亚沙漠解放组织领导反抗军才一礼拜就拍破内战长期紧张的情形，以闪电攻势直接挑战阿塞德的政府军，攻入去首都，和国际正震惊。边爱国家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为甲边界关起来，为设置缓冲区，伫国内外拢有叙利亚人伫咧庆祝。 本国的百姓大声喊着得到解放，总算自由。超过13年的内战，造成50多万的叙利亚人死亡，几落百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真侪走去欧洲的人，拢伫咧德国、希腊、土耳其，正欢喜的庆祝。国际领导人像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施凯尔等人，拢对阿塞德政权倒台表示欢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继续来关心，最近这几年来，为非洲走去欧洲非法的移民有较减少，甲2015年来比，去年是减1/3，按算今年嘛会继续来减少。不过，伫咧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伊伫咧西非的外海，今年已经有超过4万人冒险渡海去到遐，也若死亡甲失踪的人数嘛大大增加61%，有甲891个人。有当地居民就怨叹讲，因甲遮的移民拢是制度的受害者。 甲死亡移民的观察放入去网内面，验过来送的人，拢毋是即个往生者的家人，因为因拢是来自西非国家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伫咧非洲西花外海摩洛哥西边100公里的加纳利群岛，这几年有愈来愈多非法移民用海陆方式来到遮。 也毋过死亡人数也快速增加，验尸的官员讲，主要死亡原因拢是脱水加体温上低。Una vez que se ha practicado la autopsia y se pone en el informe que no existe ningún inconveniente para su enterramiento, pues el juez a la vista de eso da los permisos oportunos para su enterramiento, que no tiene ningún sentido conservarlo en una nevera. 今年这阵冒险渡海到加纳利群岛的移民，到11月底已经超过4万人，总历史新高，死亡人数也快速增加。敢若是人口只敢若11400人的耶罗岛，就自去年的11个人增加3倍到33人。到底这个岛的民众讲，双方拢是受害者。Lo que tenemos aquí son víctimas del sistema migratorio. 伫欧洲各国移民入境的人数减少，去年非法移民比2015年减1/3，今年会更加少。伫这个时阵，一寡载着移民的船，为着要闪海华警卫队的巡逻，自西非海华驶到加纳利群岛。西班牙内政部统计，今年1加到10加就增加12%，同期死亡加失踪的人增加61%，有891人。 The case of missing migrants is very different to a regular missing person because it involves crossing often more than one international border or disappearing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for example, and it makes it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the families of the missing who are usually not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person goes missing to search for their missing loved one. 国际移民组织伫咧2021年的报告内面讲，西班牙欠缺搜寻、调查、加识别失踪或者是死亡移民的具体程序，建议集中管理机制。因过西班牙交通部讲，会调查移民船只事故，来确定潜在的行政错误，因为这款船无经过认证，也无所有权的资讯。因为红十字会是伫咧2021年启动一项计划，收集去加纳利群岛期间失踪或者是死亡人员的信息，互因的亲友会当来认。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伫法国巴黎真出名的圣母院，5年前发生严重的火烧，经过5年外的修复，伫咧当地时间初7举行重新开幕的仪式。包括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等人拢有去参加这个仪式。这一届圣母院重新搁开放，嘛成做国际外交的舞台。Notre Dame, modèle de la foi, ouvre tes portes pour rassembler dans la joie les enfants de Dieu dispersés. 庆祝法国巴黎圣母院自2019年的一场大火，搁重新展现伫世人眼前。
一开始总主教也手中讲圣母院的大门。到堂内回响着诗歌的声音，经过5年外的重建，这座大约有850年历史的中世纪建筑物恢复以前的辉煌。总共动用几多千位专业的工匠加建筑师进行整体修复大工程。当年伫大火时阵不参加救援加重建的工作人员，见到圣母院时阵，全场回应热烈的呼喊声。圣母院伫大火了定升，迎接各界人士。法国总统马克龙边仔起来时，就要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一共现任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等人，为出干那一场国际外交的舞台。各国领袖展现善意，甲川普问好，大家拢担心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会扰乱现主时的国际局势。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great honor. And we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as everyone knows. We accomplished a lot together, and the people of France are spectacular. 经过大火灾害的8年检讨，一个国防琴重新回归世人的感情。马克龙感谢各界全力的协助，总共开8.8亿美金，和圣母院会当用正紧的速度完成修复。剩的资金以后会摕来为好使用。圣母院也会彰显往日的风华。继续迎接每年1200万到1500万的游客。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今仔日进一步强调伊选举迄当阵的政见，包括关税措施、甲大规模、甲无证移民赶出去等等的立场，而且强调讲北约的成员国自身防卫支出无够。这个钱，因若是无爱家己拿，川普讲会考虑退出北约。来看菲律宾移民局最近伫咧执法的行动当中，抓到5个外籍的犯罪分子，包括2个涉嫌因为早期去互通缉的台湾人。这5个去互抓起来的外国歹徒会互赶出境，而且会立入去黑名单，一世人拢袂当搁去菲律宾。来看日本富士山爬山的人，即嘛是愈来愈多，不过嘛定定造成意外。山内县政府为着要管制人数，今年开始扣通行费。即马成功县政府嘛考虑要针对爬山的人，一个人扣4000块的一票，差不多是大票878块爬山的管理费。镜头转来咱国内，公家机关最近是爆出不了侪霸凌的案件。行政院嘛传出有处长唔若讲话歹听，佮要求同事加班，而且煞无爱互因申报加班费，害这同事是身心拢出问题。行政院长杜永泰答应讲会处理，不过立委认为讲这法规都要修改，甲霸凌的定义甲写好清楚。行政长杜永泰参加社会教科书活动开幕式，不过伫会前媒体关注的焦点是行政院最近传出这场霸凌的事件。院长，正院霸凌有掌握吗？会认为见原文要道歉吗？回顾几个事件，有媒体报道，行政院一个姓曾的处长除了用回补助，还佫骂同事以外，还佫要求同事加班，不过明报加班，刁难上调，让同事出现身心状况。行政回应，目前无收到相关申诉，不过有接到相关资讯会马上处理，绝对会重视这代志。调查立委拢认为，在法制上依然爱加强，并确定其霸凌。行政院难道不能够痛定思痛，赶快去设立一个真正有效解决的 SOP 的机制？否则的话，根本不是真正的要解决现在公家机关的霸凌事件。在全面性的制度建构，这个需要行政立法一起来协力，需要修法的，需要在政策面以法规面补强现有的缺漏的，这些立法院也都同样承担责任。各部会连续传出霸凌事件，行政院要求人事行政总处成立的霸凌案成立通报平台，最近就会上线。除了会保护通报的同事运输甲安全，权责机关也会限期回报。行政人事行政总处会追踪立管，建立安全的职场环境，阻止霸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劳动部上新国际劳动统计即马出来啊，
咱台湾去年一年的总工时是2020点钟，伫咧亚洲的国家内底是敢若比新加坡较少。咱的工时伫咧亚洲算是排第2悬的。劳工认真打拼为趁钱，疫情了后，景气转好，欠工加班的情形更较侪。根据劳动部上新的国际劳动统计，台湾去年年总工时是2010点钟，因为哥伦比亚还未有数据。台湾伫39个主要国家当中排名第5，伫亚洲国家当中，佮咧排伫新加坡后边，比日本甲韩国较悬。我们如果是从劳工各国来比较，我国的话大概是41.5小时一周，日本的话大概42点几小时，韩国它43小时多。比较起来的话，我们的数据并没有比其他国家高。劳动部认为，这个数字其实是显示经济恢复到疫情进前水准，也强调台湾的全时工作者比日韩较侪。那敢若看全时工作者，台湾每礼拜工时其实比日韩较低。学者分析，疫情了后经济回升，确实提供不少工作机会甲时数。疫情期间，很多的厂商有减班休息，但他的工作时数就会往下降。那景气复苏，减班休息的人数也减少，反映在这个平均的年总工时啊。很多的服务业或者是说有些产业，它面临缺工的情况底下，确实也会鼓励员工加班。多数的劳工都必须要靠加班来贴补家用，提高他的薪资。所以我们认为说，就台湾的整体的产业环境的薪资应该要去做提升，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是一个方向。不过，劳团认为年总工时继续增加，主要也是因为劳工普遍薪水低，劳工甲人靠加班增加薪水，都算是一礼拜休2日。产业欠工之下，也是爱去加班。劳动部是强调，会注意劳工伫工作职场甲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的手路是百款。伫台南有民众因为人面册顶悬投资诈骗的广告，手头500多万是拢总哄骗了了。甚至最近伊还阁诈1公斤的黄金，甲诈骗的车手约见面要交互伊，加在警方是赶紧出来甲阻挡。最近刑事局还阁发现讲，投资诈骗的广告是已经为人面册转移去少年人较接使用的社群平台 Instagram， 而且结合虚拟货币，要来骗一寡想要找兼职头路的少年人。两电仔内2个人当伫交易，但真久的远景冲向前化解一场骗局。怪，这诈骗的。去人骗这个查某囡仔诈1公斤的黄金，市价270多万。加诈骗的车手约伫台南延边郡王叔面交，车手身躯搁早工作识别证、黄金土特凭证，互查某囡仔相信，一直到警方大电话挖来，及时阻止查某囡仔哄骗。一直不承认，然后等到其他的警察跟他劝解解说了以后，他才慢慢知道了解。看到面册投资股票获利的广告，被骗女子点入去了后，连接入去诈骗集团的 LINE 小号，已经互人骗走500多万啊，也唔知。在网络上刊登一些假的讯息，那让民众相信你这个投资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那如果对方因为他是要博取民众的一个信任让被害人血本无归。诈骗这么多，刑事局嘛讲，假名人投资广告已经为较早放伫面册 YouTube 平台，最近转往 Instagram、Thread 也是抖音这些少年人较常用的社群平台，结合虚拟货币，骗一寡想要兼职赚钱的少年人。现在虚拟货币的诈欺呢，这个慢慢有取代这个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股票或者是过去的投资诈骗因为现在虚拟货币呢大家都看到国际趋势。刑事局打查仪表板统计，在月份全国受理诈骗案有18000多件，财损超过126亿，其中假投资诈骗案就占8成。警方呼吁投资理财一定要寻求合法的管道，谨慎判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屏东潮州，因为要办音乐节，伫咧初六暗时咧试灯光的时阵，那像是即个电火光伤过强，造成溪对岸有一个饲鸭场的鸭，因为这光伤强，着惊全咧死亡。主办单位是赶紧出来回息的，嘛讲袂阁使用这种高空的园灯。
水池比个大批鸭散步也是游泳，看起来拢真正常。毋过无偌久之前，因才互人惊到，下课暗时，屏东东港溪畔的饲鸭农民伫网络发文，烦恼当咧市顶的音乐活动，恐惊会造成因饲的鸭死伤。其实大概有400-500只有了，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办这个活动明明很好，可是他不会觉得它影响到养殖户，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伤害。农民抗议的对象是潮州在地社团主办的音乐活动，伫即礼拜六礼拜举办，为着要避免伤害扩大，主办单位嘛马上解释，无继续用隔空的灯光。我做了一个处置，说好，那赶紧请小编发一篇声明，然后那个声明表明说我们会禁止使用高空的雷射灯，镭射光是最严重的，然后炮打那种放鞭炮也会，就是平常没有听到的这种声音啊、灯光，它都会受到紧迫恐慌，然后就会造成大量死亡。饲鸭的业界是表示，鸭会做伙行动，对于无看到的灯光，也是乡边发生的炮声，会惊到小客，所以容易造成死伤的状况。任何活动举办进前，因拢会尽量提醒主办单位，希望会当互相体谅。记者李尚陈君屏东报道。即卖因为气候变迁，极端的气候，农作物嘛需要做品种的改良，加强适应气候的能力。世界采石中心这30多年来，甲东南亚的国家合作，收集3000多份采石纸来做研究，而且甲伊加做一个资料库。即卖研究过一个段落，要甲这纸完成整，搁送转去因原地国家，希望这采石会当永续发展。中央大学研究中心保存的170种台癌种子，5月底放入北极圈内的世界种子库。因为气候变迁等等，保存各国的原生种是真重要。台湾的世界蔬菜中心30多年来收集东南亚国家的原生菜色种子，经过科学研究分析数据，等下要转去因的母国。Vegetable diversity can be seen as a treasure box for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be able to produce and consume nutritious food now and into the future. This diversity represent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breeding better varieties for changing climates and pellets in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世界蔬菜中心讲，因为气候变迁、种植的土地减少等等因素，致使真侪原生品种消失去。但是，这款原生品种有真侪关键基因，会当互人类改良品种，互农作物通变更较耐可旱、耐大水，通应对气候变迁的挑战。今年有3个风台竟然来侵入台湾，造成了到蔬菜即卖价钱非常的高，主要就是这个蔬菜的种源这个抗性有问题。And this would help to safeguard the vegetable biodiversity in Asia and enhance the climate resilience of the food productions.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讲，过去人类选种拢较重产量，但是这款品种可能无法度适应未来的极端气候。即马透过世界蔬菜中心的计划，甲过去收集的原生种子互相研究资料，送转去种子的母国，对品种改良是更较有利，嘛典型影响农业的理念。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电影风上头来看，乌兴学院发起接力护台湾的大游行，要来抵抗中国的势力，捍卫咱台湾的主权。因为高雄出发，步练9日的时间，将会上尾一站去到台北，现场是有真侪民众做伙来参与，希望透过实际行动，让世界知影台湾是咱台湾人的。现场2000多个民众参与民间团体乌兴学院发起的接力护台湾的活动，自11月30对高雄出发，12月初8礼拜上尾站来到台北华山中央艺文公园。有对外国回来民众表示，今麦国际真关注台湾，希望透过行动，让世界知影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有带囡仔来参与游行的家长，希望让囡仔了解台湾的政策。像咱最近迄个联合国顶头2758的决议啊。真可惜，国际开始支持咱，不过咱台湾国内有一寡人反对，这部分对国际顶头因会做 confuse， 因会唔知影讲吼，台湾人到底要啥物物件。所以我想讲，带囡仔为细汉的时阵就了解这款代志，伊嘛是因真正将来了后，嘛会使保护台湾。
伫上尾站的活动嘛，发起青蓝白字的行动，招民众做伙摆出英语 Defend Taiwan 挺现捍卫台湾主权的主张。乌钦学院表示，即马真侪国际媒体、专家学者拢在观察，若是中国武力侵略台湾，台湾人捍卫国家的决心有偌济。创办乌钦学院的立委辛碧荣表示，目前咱在国际发声的管道真少，希望透过活动，甲台湾主权的危机款抢回来。我们现在对于公众的外交是比较缺乏的。如果我们这件事情不做好的话，中国其实可以轻而易举的利用 TikTok 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散播任何对台湾不利的消息，说台湾人其实想当中国人啊，台湾人其实对这个议题很明显的不想表态啊，台海的议题非常复杂，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募资非常重要的目标。辛碧荣嘛表示，乌钦学院接力予台湾的活动，也会有一系列的行动，希望在2025年达成80间媒体学者的国际接待，嘛会伫国外发起相关的宣传行动，进一步影响日本、韩国、欧美等等重要的国际朋友，互因了解台湾人捍卫国家的决心甲立场。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咱台南海淀国小的小台工社团，今年是带学生甲家长做伙完成一个真硬斗的任务。因利用休假期间，为玉山国家公园行80公里远，甲去甲嘉南大圳。一4日3暝，因沿路学习，甲看到、甲学到的物件，拢总记录落来。落来了后，嘛甲全学校的学生做伙来分享这一路的踏踏滴滴。一个囡仔家长叫老师欢欢喜喜咧行这条三海圳国家绿道，因是台南海淀国小小台工的师生，伫歇落用4天3暝的时间，对海拔2600公尺踏踏车，一路行到嘉南大圳，完成这80公里的圣山之路。因哪行哪学习，兼做落实调查，决定中慢慢行到姊妹校来去国小，体验祖族社前的传统文化。今摆学生透过布丁的方式来参全校分享。我有看到黑熊的脚印，还有地质，我就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其实是还蛮辛苦，但是只要大家一起走，就是不会那么累。在策展中的那个历程的展现，可以看出他们的学习已经是深植在他们的心中了。这个展览对平面到立体，学生甲这段路程常在看到的昆南树甲白山，用艺术来做呈现，把播送同时因收集落来的声音，要互人有浸水式的体验。昆南树就是咱即马冰河时期的绝育植物，较难得就叫囡仔来下遮植物转来，咱因下遮植物转来，佫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讲咱要转来要这个展览。故事展会当讲哦，海淀国小2000外的囡仔会当讲来了解，这个是咱国家绿道的精神，就是毋茫大家拢是一个异行者，咱来行这条路来提倡保育环境、守护河川，会当来听通咱的故乡。这段圣山之路有拿道、有高道、有大圳，计共80公里，嘛通互学生学到艰苦头、过换尾的精神。台南社大台港分校执行长认为，囡仔用实际行动行这片土地是上好的本土教育。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伫家己公园内底史迹资料馆，本地是家己新社的建筑物。这个新社伫咧1994年的时阵火烧小起，改建了后，这个所在就指定做市定古迹。为着要互民众了解新社的历史，即马有办展览来了解家己的新社，也佫有家己公园的故事。用来到家己史迹资料馆的游客了解内底展览内容，有新社建筑物的资料，嘛有家己较早物业的发展。家己市史迹资料馆为着要活化古迹空间，规划新社主题的展览，互来遮的人透过展览来认捌家己。老一辈的耆老应该都知影，但是伫在少年囡仔就可能唔知。真侪人来到家己公园之后，伊可能唔知家己公园的历史，所以阮即个常设展特别把家己公园的这历史甲放在内底，互大家去了解。家己公园的史迹资料馆，伫日本时代是对去家己新社进前，互人做准备的所在，嘛有新社管理人员伫遮办公。家己市文化局邀请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开半档的时间研究调查了后，佮甲遮的资料特别设计，透过展览来互民众知影。咱就是要甲咱嘉义市的这种体验、文化体验啊、文化新基地，市民会在重新的体验，会在做一个更新，嘛是有一个设计甲体验共同的融合。文化局表示，家己新社伫日本时代是台湾5大新社之一，虽然后来因为火灾小起，
但是透过这个展览，会当互人重新认捌这段建筑物冒险发展甲家己工行的历史。文化活化国际空间，嘛，互在地文化用新的方式继续来保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伫台南喜树大天府万丰宫12年办一届王船造就大典，昨昏有真侪信众拢做伙来斗救王船的锁啊，希望会当求平安添好运。另外庙的嘛组一个阵头，因的清茶甲表演拢真有特色，咱做伙来看卖。伫王船头前开水路，众人准备做伙甲撒去黄金海花通烧化，一路200公尺，上万的信徒小姐来求王船，场面真热闹。台南喜寿大天府万丰宫驾新年考3条王詔，每12档一考，今年拄好台南400。王詔大典规模平因过加较大，其中重头戏送王仪式游玩尊教传统，有学者指出，20项起这代王船文化，参早前的戏业有关系。这插船足大只，要送要游来海边，要烧，因是无咧用电啊。第二，因只有男性才能参与游王船，这个原因也跟渔业文化有关。就过去渔船上对女性有比较多禁忌。海边来请到咱的神农公啦，来主持这个教育啦，来替咱的地方来化解这的灾厄啦。同款人12档，便拿做招地方家己做喜寿团来庆祝庙会盛事，总是谁人注目。全场团员计共90个，无论是服装也是定色，拢真有日本气味。在试镜当中，因无奈播送日本海军进行客定歌曲，兼以高声参团员的欢呼声做节奏，嘛形成地方特殊的顶头文化。我呢就是较早就是一寡美鱼啊去日本佚佗，感觉讲蛮不错的，的回来就学一学啊。片面知道是他们日本的神教意义啦。阮会合作艺团，伫阮家大部分人咧讲拢会讲哈烧，因为我们的口号就是哈烧哈烧。像中文化常在伫台南西南沿海通看到，嘛是本土真重要的庙会活动之一。庙方公因结合南区公所甲济高背景，嘛办民俗庆典文化会活动，并且延续传统习俗的精神，嘛要互众人看到府城珍贵的宗教人文。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中华的罗厝国小邀请传统工艺装布的保存者郭金忠老师来教学生勘测线的技术，希望学生认捌这个传统技术会当多元的运用。有招财进宝、多样的镜，阁有破链、筛头，这拢是学生囡仔利用测线做出来的作品。中华县罗厝国小邀请县内传统工艺技术保存者郭金忠老师来教学生测线甲画面谱的技术。头摆学测线，囡仔人就讲，这项功夫真无简单。老师的作品足水的，但是家己做就无遐尼简单。我以前伫咧庙会看过筛头，即马有机会会使用较细粒的筛头家己做，我感觉足趣味的。郭金忠艺师13岁就开始学筛啊，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装布甲形象纸布技术的保存者。除了制作传统形象布箱，嘛甲传统工艺套入伫生活用品当中，并写传承功夫。嘛甲拆开，伊内底工艺是挂着雕刻、测线工艺，甲咱彩画工艺，拢是咱生活中可以各种物件拢听去运用着，互囡仔去学习着做工课，去训练伊的双手的平衡甲这个稳定性。经过这个课程之后，我感觉囡仔就有自信的，就有自信的会当个完成一个作品也当做一个展览这对囡仔来讲，这就是学习历程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学校表示，学生原底拢是伫庙寺看到神像，无进一步认捌装布的眉眉角角，透过测线课程，会当互囡仔人了解，其实传统工艺的应用真多元，混看因的艺术视野。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保育类的动物连角鸟，目前复育的成果是袂歹。今年台南的数量拢总有3030只，是10年来上侪。这嘛表示连角鸟数量有稳定伫咧成长。
清一色优雅的礼服兼落海角头的菱角鸟，伫园内行来行去，谁人注目？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参担市野鸟协会等单位，12月7日完成今年冬季菱角鸟的调查，因针对台南38例来观察，拢总记录到3030只，比去年增加148只，嘛创下10年来上悬的纪录。今年足欢喜的吼，阮调查的结果就是增加到3000只以上。增加的关键应该是吼，因为今年伊的迄个菱角菜有增加60公顷啊，过来就是伊落雨。所以嘛，提供了足充足的迄食物量，互伊过来就是菱角鸟嘛足变死的，伊足变死去繁殖，所以就变做讲伊的数量有互伊达到咧增加。对调查数据来看，菱角鸟有8成伫寒田区。经过了解，主要因为雨水高，菱角田面积增加，才互菱角鸟加增侪生态地。再加上有农民顾虑生态保育，投入种有机菱角，就安尼时才有今仔日的成果。我们全程就是用有机的方式，友善栽培，无使用农药，嘛无使用化学肥料，安尼栽培，互这菱角鸟吼，伫阮的园吼栖息，迄个在延续后一代，就更加安全。一收领3000嘛，系啊，迄个领甲会心少，领3来到我。你拢安怎保护啊？安怎？你莫甲野药啊，莫转药啊，拢莫甲转坏啊。人尽量莫带啊甲吓啊，伊就安尼伊就。你人啊，带甲顺，带伊会惊。另外，互人较烦恼的是，咸水区本城至少阁有10只，毋过今年煞拢无半只。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推测，这菱角地甲阮仔互人开发起，希望大家爱护这片地，通互菱角鸟会使安心生态。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咱使用塑胶的情形有影是爱减少。伫咧巴西有一只鸟啊，伊长长的颔管内底竟然是卡一个20公分长的塑胶杯啊！专家讲，若无是赶紧手术，有可能这只鸟啊，因为袂当食物件，就安尼活活枵死。一只伫树顶的乌冠北京路，长长的颔管明显下着物件。巴西生物学家为形状检判，迄是一个差不多20公分长的塑胶杯啊。E apesar de nós encontrarmos de maneira frequente a presença de plásticos dentro do estômago de animais, num caso como esse a gente nunca chegou a pegar. Tá? Então não é uma coisa tão comum a gente encontrar um plástico desse tamanho dentro do esôfago de uma garça. 乌冠北京路是南美洲常常看到的大型鸟类，起时阵有100到130公分悬。就像每间店利用西部的树林内底看到这只塑胶卡后的乌冠北京路了后，皮瑞斯将相片抛伫社会媒体，引起大家关注。copo plástico do jeito que está num animal desse, provavelmente ela não vai conseguir se alimentar. Então ela vai cada vez mais ficando fraca. Ela provavelmente vai tentar comer, ela pode até conseguir pegar peixes ou eventuais presas, mas na hora que ela tentar deglutir, o alimento vai bater ali e vai provavelmente retornar. Com isso, ela vai ficando cada dia mais fraca até o momento que ela pode vir a óbito. 比瑞斯即马就去找这只鸟啊，希望能为伊动手术挽救伊性命。若无因为无法度顺利食物件，可能会伫3到5天内就死亡。环保署指出，这案例无疑是塑胶污染危害野生动物一大警讯，值得人类警戒。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2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